各位亲爱的老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健康养生时间，我是大家的健康守护者林医师。随着岁月的流逝，当时光在我们的脸上刻下痕迹，我相信荧幕前的很多朋友都开始不禁感叹，为什么我们的身体机能好像再也回不到从前那样充满活力与强健了呢？以前年轻的时候，爬山涉水，一口气爬好几层楼梯都不会喘大气，脚步轻盈得像阵风。可是现在呢，才刚爬个2层楼，两条腿就开始不听使唤地发抖，膝盖酸软无力。以前晚上的时候看报纸看书，哪怕字体再小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眼神明亮。现在稍微看一会儿东西，视线就开始变得模糊不清，眼睛前色难受，甚至还伴随住乏力、失眠、手脚冰冷这些恼人的问题。其实各位老友，这不是岁月无情，而是身体正在向我们发出求救信号，它在告诉我们身体里的营养存量已经不够了，或者是我们平日里的饮食方式出了问题，吃的不对，补得不进去。今天林医师想跟大家好好分享的就是一碗看似简单却超级管用的10秒食物——蒸鸡蛋。大家可千万别小看这碗蒸鸡蛋，别以为这就是普普通通的鸡蛋而已。虽然大多数人天天都在吃鸡蛋，但遗憾的是，很多人却没有吃出它真正的价值，白白浪费了这个大自然赐予我们的宝库。俗话说得好，鸡蛋是人类理想的营养库，这句话一点都不假。但问题在于10个人当中恐怕有9个人都吃错了。我们台湾人习惯的吃法，像是煎荷包蛋、水煮蛋、便利商店的茶叶蛋，大家总是轮住吃，觉得这样就够营养了。殊不知，最能完整保留鸡蛋营养，最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肠胃吸收的做法，其实是蒸鸡蛋。这道看似简单的料理，其实里面的学问可大了，讲究也不少。从火候的控制、水与蛋的比例到食材的搭配，每一个环节如果掌握对了，不止口感嫩滑如豆腐脑，更能让身体受益无穷。更关键的是，我们在蒸鸡蛋的时候，如果能巧妙地加上2样小宝贝，营养效果绝对会翻倍，甚至比很多昂贵的保健品还要强上好几倍。这2样东西一样能养眼面目，一样能强健骨骼。将它们与鸡蛋合在一起，就是我们中老年人最实用、最温和也最经济实惠的顶级养生方。这第一样宝贝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枸杞，第2样宝贝则是纤维十足的虾皮。有人一听到枸杞就笑了，心想林医师，这有什么稀奇的？我每天早上泡水喝都放枸杞，甚至还往茶里放呢。但是我在这里必须诚实地告诉您，枸杞如果只是这样泡水喝，其实身体的吸收率是非常低的。为什么呢？因为枸杞里最有价值的营养成分，像是胡萝卜素、玉米黄素、叶黄素等等，这些都属于脂溶性营养物质。什么叫脂溶性？意思就是它们必须要有油脂类食物的帮忙，才能被我们的肠胃有效地吸收利用。如果您只是单纯用热水泡枸杞喝，顶多只是把水染了个颜色，喝个心理安慰，大多数珍贵的营养其实都还留在渣里，或者因为没有油脂介质而无法被吸收，最后都流失掉了。而鸡蛋恰恰就是枸杞的最佳拍档。鸡蛋里含有丰富的卵磷脂，这是一种天然优质的油脂，它能充当一个完美的载体，就像是一辆专属的运输车，把枸杞里的营养成分尽包裹住，然后彻底地运送到您身体需要的地方，让吸收更彻底、更全面。对于那些肝肾亏虚的朋友来说，往往会出现眼睛前色、视物模糊，甚至要晚上视力就明显下降的情况。在中医的观点里，枸杞能补肝肾，而肝主眼，肝血充足了，眼睛自然就明亮了。这一碗枸杞蒸蛋，鸡蛋能补气，枸杞能补血，两者结合，既能护眼，又能养肝肾，
简直是绝配。您可能会问林医师，那我到底该放多少枸杞才合适呢？记住，过犹不及，别放太多，每次大概放5到8粒就足够了。先把枸杞用温水泡各3到5分钟，等它变软了，再放入蛋液里一起蒸。如果放太多了，反而容易上火。接下来我们说说第2样宝贝，虾皮。别看它小小的不起眼，这可是被很多资深老医生称为天然钙片的好东西。我们中老年人一旦年纪大了，骨质流失加快，骨密度下降，最明显的讯号就是腰酸背痛、腿脚发软、膝盖不稳，走路都觉得没力气。虾皮的钙含量极高，每100克虾皮的含钙量接近1000毫克，这个数据可是牛奶的10倍之多。更重要的是，虾皮不仅含钙，它还含有镁、锌、碘等矿物质，这些对于骨骼的代谢和甲状腺的功能都有极大的帮助。将虾皮搭配鸡蛋一起蒸，这一组合堪称完美。鸡蛋里的优质蛋白能帮助身体吸收钙质，起到更好的补锌、补钙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与其盲目的吃一堆合成的钙片，不如回归自然，吃这道虾皮蒸蛋。当然，我也听到有观众朋友在问林医师，我不喜欢虾皮，那股腥味怎么办？能不能不放？别急，当然有办法。如果您不喜欢虾皮，还有一个绝佳的替代方案，那就是用温牛奶来代替清水调制蛋液。牛奶不仅能让蒸出来的蛋更加顺滑，口感更香浓，本身也是补钙的好手。尤其对于那些睡眠品质不好、容易失眠的朋友来说，这是一举两得的好方法。晚上吃1碗牛奶蒸蛋，牛奶中的色氨酸能帮助神经放松、安神助眠，让您更容易进入甜美的梦乡。很多人看着别人蒸出来的蛋嫩滑得像布丁、像豆腐脑一样，可自己在家动手做，蒸出来的却是满满的蜂窝状，有气孔，口感又老又硬，像在吃橡皮筋。这其实就是火候和比例没有掌握好的原因。今天我就把这个黄金比例教给大家，请一定要记下来，1比1.5，也就是说1颗鸡蛋对应1.5倍的水量。这个水的温度也非常关键，要用温水，大约40度左右。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水太热，蛋液会提前凝固，变成蛋花汤；如果水太冷，又容易在蒸的过程中形成蜂窝状的气孔。在雕蛋液的时候，要轻轻地搅拌均匀，千万不要太用力打出太多泡沫。如果有泡沫，记得用筛网过滤一遍，或者用汤匙撇掉，这样蒸出来的表面才会平滑如镜。加入泡软的枸杞和适量的虾皮后，再次搅拌均匀。锅里的水烧开后，再把蛋液放上去，盖上锅盖，转中小火蒸个8到10分钟。蒸好后，先别急住揭开盖子，关火，利用余温再焖个2分钟。这里还有个小技巧，蒸的时候最好在碗上倒扣一个盘子，或者封上保鲜膜，扎几个小洞，这样能防止锅盖上的蒸汽水珠滴入蛋面，蒸出来的蛋会更平滑、更漂亮。蒸出来的第一次做的朋友，只要照住这个方法做，保证您能成功蒸出来的蛋细腻嫩滑，入口即化，那滋味真是一绝。这碗蒸蛋不仅仅是补充营养，更像是调理我们5脏6腑的一道药食同源的良方。从医的角度来看，鸡蛋性平，能润肺结；热枸杞甘平，补肝肾；明双木，虾皮性微温，强筋骨。这3者结合在一起，温养而不燥热，滋补而不油腻，非常符合中医讲究的5行平衡。这碗蒸蛋恰好温补脾胃，平衡肝肾，
让身体回到一个正向循环的状态。我曾经有个病人，今年66岁了，长期受到腰酸、腿软、眼前、睡眠差的困扰。来看诊的时候，整个人显得很没精神。我没有给他开什么昂贵的药，而是建议他每天早饭吃1碗这样的蒸蛋，再配上1碗简单的杂粮粥。他抱住半信半疑的态度坚持了15天，半个月后回来复诊，兴奋地跟我说：“林医师真的太神奇了，我的腰不酸了，走路也能挺直腰杆了，感觉脚下有劲多了。”他的家人看见他精气神回来了，也都跟助学做。现在他们一家3口每天早上都吃蒸蛋。老人补肾强骨，媳妇美容养颜，孙子补钙护眼，既实用又省钱，全家都受惠。其实这道蒸蛋还有很多变化的版本，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来调整。比如早上版，我们就用枸杞和虾皮，重点在于补气血，提振一天的精神。中午版可以加一点香菇丁、豌豆或者肉末，增加植物蛋白和膳食纤维，让营养更丰富。晚上转或者肉那种牛奶来调制，口感软滑，有助于安神助眠。当然，对于女性朋友来说，月经前后如果感觉身体虚弱，可以加少许红枣泥或桂圆肉，能够调经补血，气色红润。对于工作压力大、容易疲劳的男性朋友，可以在枸杞蒸蛋里加几滴姜汁，这样能养肾护阳，增强体力。如果是家里有挑食的小孩子，也可以加点甜玉米粒、胡萝卜碎，让颜色更鲜艳，红红黄的，能吸引孩子的食欲。对于学龄儿童来说，这道菜既补钙又补脑，因为鸡蛋中丰富的胆碱能促进大脑发育，增强记忆力，简直是天然的健脑术。有观众问我，林医师，如果我晚上也想吃蒸蛋，行不行？当然行，吃法不同，效果也不一样。早上吃是助代谢，启动身体一天的能量；中午吃是补能量，维持下午的体力；晚上吃则是调睡眠，修复身体。只要搭配对了，用料准确，天天吃都不会腻。说到这儿，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小细节，很多人容易忽略，那就是鸡蛋的品质。我强烈建议大家尽量选择3养的土鸡蛋，这种鸡蛋的营养密度比较高，蛋黄颜色深，含有的叶黄素和玉米黄素更多，口感也更好。记得千万不要用坏掉的蛋，或者在冰箱里存放时间过长的蛋。鸡蛋如果放太久，蛋白质结构会改变，营养流失，而且容易滋生细菌，吃了反而对身体不好。枸杞的挑选也要注意，不要买那种颜色红得不自然、太亮太鲜艳的，那往往是用硫磺熏过的，吃了伤身。要选那种颜色暗红自然的。虾皮则要选蛋前颜色浅一点的，别买太白的，太白的往往是加了漂白成分。从现代营养科学的角度来看，这碗蒸蛋的优势还在于它的消化率。鸡蛋经过蒸熟后，蛋白质的吸收率能达到95%以上，比煎蛋、煮蛋都要高。它不仅补充优质蛋白，还含有卵磷脂、胆碱、维生素 A 的铂，几乎就是一个天然的多维复合包。而枸杞和虾皮的关键成分，刚好补齐了鸡蛋在某些微量元素上的短板。您看这一评价的组合，却组成了一个超级均衡的营养体系。再来说这道料理的功效延伸，长期坚持吃这道蒸蛋的朋友，通常会发现身体有几个明显的变化。第一，视力改善了，眼睛浅色的情况少了，就算看电视、看手机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眼睛也不会觉得那么累。
第二，睡眠品质提升了，晚上入睡变快了，早上醒来的时候感觉神清气爽，不像以前那样昏昏沉沉。第三，关节有劲了，走路稳健，爬楼梯也轻松多了，不再需要辅助栏杆喘气。第四，皮肤气色变好了，因为气血循环改善了，脸上自然就有光泽。很多人买了一堆昂贵的保健品吃，却没效果，原因就是吸收管道不同。真正的健康是从未进入身体，从食物转变为能量，这才是最可靠的补法。那有些人会问我，林医师，我是不是年纪大了就得天天吃？我的建议是，您可以设定一个阶段，比如坚持吃1个月之后，可以改成隔天吃1次，或者根据自己的体质状况进行调整。春天的时候，肝气旺，枸杞可以少放一点，秋冬季节气血虚，可以适当加量。这道食谱男女老少都适合，只要注意分量即可。不过要注意，肾病患者如果被医生限制蛋白质摄取量的每天半个蛋就行了，胆囊炎发作的时候，暂时不要吃蛋黄。对于普通的健康成年人，1天1到2个鸡蛋是完全没问题的。枸杞别超过10克，虾皮要适量，牛奶量根据个人吸收力调整。1碗蒸蛋建议蛋液总量不超过200毫升为宜。还有人问，我不吃鸡蛋，有替代办法吗？当然有，可以用豆浆或豆腐脑来替代部分的蛋液，加入枸杞或虾皮一起蒸，蒸出来的豆香蛋羹同样细腻。虽然植物性蛋白质与动物性蛋白质、乳糖蛋白质不同，但活血凝固的效果依然存在。对于乳糖不耐受或者对鸡蛋过敏的朋友，这是不错的替代方案。再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蒸鸡蛋其实还能帮助控制血糖和血脂。许多糖尿病病人问我能不能吃蛋，我都建议吃蒸蛋，因为蒸蛋没有额外的油脂，升糖指数慢，而且鸡蛋中含有膳食脂肪酸，可以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枸杞里含有的枸杞多糖成分对胰岛细胞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虾皮富含钙，能抑制脂肪的吸收。坚持一段时间，您会发现血脂也会更稳定。除了上面介绍的，我再多分享一些家庭常使用的配方，让您的餐桌更多彩多姿。您可以用这碗蒸蛋做成家庭日常营养早餐，比如周一做枸杞虾皮版补钙明目，周二换成牛奶蜂蜜版滋润肠道，周三加几块南瓜泥健脾养胃，周四放几粒玉米，周四放几粒玉米增加纤维，周五加豆腐末补充大豆异黄酮，周六加香菇丁和胡萝卜，一周7种口味，天天不腻。这样搭配不仅让营养均衡，还让肠胃有节奏的变化，不会产生厌食感。很多家庭照这个食谱做，孩子爱吃，老人易消化，家里飘出的饭香气都不一样了，充满了幸福的味道。最后我还想特别强调一点，那就是心态和节奏也非常重要。养生不是3天打鱼2天晒网，也不是混乱地大补特补，而是有序的养。您每天早晨能安静地花10分钟为自己和家人蒸1碗蛋，这说明您在认真生活。健康的基础就是这一点点生活的秩序和坚持。有一位老观众留言跟我说，林医师，我按照您说的吃了30天，血压稳了，夜里也不抽筋了。这就是蒸鸡蛋的力量，它不是什么神奇的仙丹妙药，而是科学的坚持所带来的回馈。那我今天也想考考大家，请您在下方留言告诉我，您平时蒸鸡蛋是直接冷水上锅，还是等水开了再蒸？您是用冷水还是牛奶吊蛋液？您喜欢加枸杞派、虾皮派还是牛奶派？咱们来看看哪种搭配最受欢迎。请记住，吃得简单不代表效果差，恰恰相反，越简单越规律的天然食物，越能活化身体的自愈能力。
一碗蒸蛋不过几块钱的成本，却能胜过昂贵的保健品。它能补肾明目，强健骨骼，让您的血管柔软，关节灵活，睡眠安好。这才是真正的黄金早餐。健康不是求来的，而是养出来的。每天早晨的一碗热蒸蛋，既是营养补充，也是一种生活的仪式感。愿您从这一碗蛋开始，让身体回到平衡，让生活回到健康的节奏。如果您觉得今天这期内容对您有帮助，请给我点个赞，也请分享给您的家人和朋友。也许您的一次分享，就能让父母的视力得到改善，让伴侣的体力恢复，让家人少吃点药，多一些笑容。我是林医师，希望您每天都能有一碗营养，一身轻盈，一个好心情。我们下次健康时间见，记得健康就从这一碗蒸蛋开始。